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随着李淳罡和王仙芝这两位各自江湖无敌的人物退场后，新的武平盘点了江湖中新晋的四大宗师。这四大宗师都是天人级别的存在，放在别的时代，每一个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人。那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原著后半段的剧情当中，新四大宗师都有谁，都有哪些无敌的时刻。第一个，徐凤年。北凉王世子徐凤年接触武道时年纪已经很晚了，但却以最快的速度成长到巅峰。在其走上武道之路的过程中，接连受到多位宗师级高手的指导，有最好的机缘和资源。进入一品境界后，接连几次进入伪境，这辈子本没有机会在武道上大成，但在补全了三教感悟后，又获得高数路的天人体魄后，逆天般的进入了陆地神仙境。那伪境也如镜花水月一般，让他看到了另一片天地，得到了不一样的感悟。进入陆地神仙的第一站，便是和那无敌了一甲子的王仙芝。两人之间不是那切磋比试，是真正的生死之战。这一战涉及了武帝之争，还有气运之争，甚至是那天上两位天帝之间的斗争。此战打得极其惨烈，王仙芝终究还是技高一筹，将徐凤年的天人体魄都给打碎了。如果不是黄三甲入儒圣替他补全儒家气运的话，此时的徐凤年已经死了。即使补全气运，进入完整的地仙境，徐凤年还是败了。最后时刻的王仙芝感应到自己是白帝转世，或许是一直以来的信念崩了，又或许是想像当年李淳罡自断木马牛成全他一样成全徐凤年。王仙芝自愿消散，留给了江湖三分气运。徐凤年胜了，成为了新武帝，但他的天人体魄碎了，境界也下跌。新武平上，徐凤年登上四大宗师的位置。此时的他并不是无敌的，他最无敌的时刻是在巨北城之战时，当时的他吸收了整个北凉的气运，境界直达天人大长生，比肩当年的吕祖。可惜这个境界并不是永久的，气运用尽后，境界又退回了天人境。雪中悍刀行中，李淳罡和王仙芝老一辈强者逝去后，江湖出现了新的四大宗师。这四位宗师都有谁呢？第二位，邓太阿。桃花剑神邓太阿，王仙芝还在时，邓太阿武平上排第三，实际上是第二。在指玄境中，邓太阿是当之无愧的第一，以极致的杀伐之术正道，天象境时就能够杀三教中的陆地神仙。后来在北莽挑战各路高手，大战北莽军神拓跋菩萨时，借了李淳罡一剑补全了剑道上的不足，进阶了陆地神仙境，和拓跋菩萨打成了平手。徐凤年和王仙芝一战时，因为赞同王仙芝的理念，所以并未出手帮助徐凤年。王仙芝陨落后，新武平榜上，邓太阿登上了四大宗师的位置。邓太阿最强的时候就是巨北城之战，手持太阿剑镇守天门之时，当时的他已经是天人境了，杀伐之力1000年来第一，足足斩落了9981位仙人，杀到那天上仙人再无人敢下凡。第三位，拓跋菩萨。拓跋菩萨算是新武平四大宗师当中最憋屈的一个了。王仙芝还在世时，拓跋菩萨就被死死的压制。两人虽然都是武夫正道，但王仙芝要比拓跋菩萨强太多了。王仙芝死后，本以为自己终于有机会登上天下第一的位置，却遇上了徐凤年、邓太阿还有曹长钦这三个变态。三人每一位都不比他弱，甚至在心境上还远超于他。作为四大宗师的他，却屡屡在其他高手手上吃瘪。最后的巨北城之战，本以为接受天人馈赠进入天人大长生境界的自己已经无敌了，结果被同样开挂的徐凤年给暴打，就此生死不知了。李淳罡和王仙芝之后的江湖中出现了新的四大宗师，这两位前辈成就了一个江湖，后世的新四大宗师则是开创了新的巅峰。四人的实力都不输前两人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四人都是谁。第四位，曹长钦。天象气运独占8斗的曹长钦是当之无愧的天象境第一，因为是儒圣，不少人认为他的实力并不强，但曹长钦是在张扶摇独占儒家气运的情况下逆天突破到了儒圣境，可见其实力没有丝毫的水分。虽然儒家的战斗力弱，但并不代表曹长钦也是文弱书生。儒圣时期的他就是陆地神仙巅峰了，儒道转为霸道后是真正的天人境，最强时期是一人独对泰安城的时候了。当时的曹长钦一心求死，要为那心中之人证明，要证明当年的大楚并不是因他而亡。对着泰安城，曹长钦下了此生最后一盘，也是最意气风发的一盘棋。一子落下，泰安城的气运便削弱一成，最后一子直飞入那泰安城皇宫，击
击碎了那把无数人都想坐上去的龙椅。最后时刻了却心结的曹长钦含笑逝去。第5位呼延大关，4大宗师之位，因曹长钦死得太早，便空出了一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后被呼延大关给补上。呼延大关便也是4大宗师之一。论境界，呼延大关也是实打实的天人境，论战斗力也不弱于徐凤年等人多少。只是他无心于武道，这一世不想再陷入纷争，便了却了所有的因果后，带着妻子和女儿隐居去了，是4大宗师中最洒脱的一个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